驅鬼被奸學像少女，驚鬼但係又中意睇鬼片。52歲司機周錦華否認藉詞驅鬼作法，喺舊年3至9月之間2度強姦同埋3度以虛假藉口同現年20歲學像少女作非法性行為。少女嘅後母作供話，繼女自細就中意睇鬼片，但係又好驚鬼。案發之前得知到有人話繼女俾鬼錢要做法事驅鬼，後母已經告誡佢千祈唔好信，但係因為佢個細仔捲入其他官司，佢冇時間追問落去，直至到繼女報案，佢先知道繼女被騙色。另外，上網識到少女嘅男友作供話，舊年9月8號晚接到女朋友嘅電話，見面嗰陣女友好傷心，話俾契爺即係被告周錦華再去啲僻靜嘅地方度強姦。佢哋去報案嗰陣，女友仲不斷咁痛哭。聆訊下個禮拜1繼續。